從51公斤飯盒事件喺琴澳融合嘅便利與底線。大家好，早日2026年4月22號，澳門海關嘅橫琴口岸接獲一架車，裡面藏咗成51公斤嘅熟食飯盒。呢單嘢一出，好多人笑稱係走私飯盒，又有人講係犯罪分子。但其實呢件事絕對唔係笑話，而係一面照妖鏡，照出咗我哋琴澳融合入邊一個好現實又好矛盾嘅問題。第一，制度唔同，正係一國兩制嘅體現。大家都知道，澳門係自由港，食品進出相對寬鬆，但係內地因為要保障14億人嘅食物安全，檢疫制度一定要嚴謹。呢一種制度差本身就係一國兩制之下必然咁存在。今次海關嚴格執法，唔單止冇錯，反而值得肯定。如果因為貪方便就取消檢疫門檻，唔單止可能令外來疫病流入，仲會破壞國家嘅食物安全屏障。所以守住檢疫底線就係守住一國嘅安全，同時體現兩制嘅法治精神。第二，點解有人冒險偷運？因為有實際需求。不過我哋都要問一句，點解有人寧願冒險都要偷運51公斤飯盒過關？答案好簡單，平、靚、正、方便。隨住澳門新街坊入伙，越嚟越多澳門人過橫琴住、返工、創業。大家想食到內地又平又好味咁熟食、預製菜，甚至係農產品。但而家兩邊市場未打通，合法管道成本高、手續繁，變相逼人走灰色地帶。呢個正係琴澳一體化入面最大嘅痛點，安全與便利之間嘅矛盾。如果只顧安全唔理便利，生活好難過；如果只顧便利唔理安全，遲早出麻煩。第三，點樣破局？唔係靠塞，而係靠通。要解決呢個問題，唔可以一味靠海關節，而要靠制度通。我哋有3個方向可以睇下。第一，設立白名單同閉環監管，針對深合區嘅澳門商戶，可以允許佢哋用專車、專人、可追溯系統，將內地檢疫合格嘅熟食或半成品閉環送入澳門，源頭可控，就唔使每批都查餐死。第二，技術賦能推廣一碼通關，參考2025年簽訂嘅澳門輸內地食品一碼通監管模式，用一個 QR code 走天涯，一次檢驗，兩地認可，數據互聯互通，成本自然降低，走私就自然嘅生存空間。第三，適度放寬自用範圍嘅豁免，喺風險可控嘅前提下，例如排除生肉、蛋類等高風險產品，容許橫琴居民攜帶適量自用熟食過關，將監管重心由口岸查變成源頭管，先至係人性化嘅做法。最後我想講下，琴澳融合唔係要消滅差異，而係要搭橋。各位，51公斤飯盒唔係一個終點，而係一個起點。佢提醒我哋落實一國兩制，既要堅持有所不同，尊重澳門同內地制度嘅分別，亦都要追求有所大同，透過創新政策打通民生便利嘅最後1公里。真正喺琴澳一體化，唔係要將所有制度嘅平，而係喺差異之間搭建一條低成本、高效率、合法合規嘅橋梁。等我哋嘅市民既享受到國家發展帶嚟嘅實惠，又唔使日日擔心大碗飯過關都犯法。對於呢件事，你哋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評論，多謝大家。